咁我哋介紹呢一支 9 分 Wave 數震電動牙刷，設計原理係將貝氏刷牙法自動化，將正確嘅刷牙方式可以喺電動牙刷上面呈現，最大60度上下擺幅，以及每分鐘可達66000次震動頻率。9 分 Wave 電動牙刷可以調整嘅程度非常高，除咗震動強度之外，仲能夠調整刷頭嘅擺動角度同埋速度，咁樣高度客製化嘅調整可以對應每個用家嘅口腔狀況。張醫生認為咧，好好咁認真刷牙，無論係選擇手動牙刷或者係電動牙刷，都能夠達到良好嘅清潔效果。但係研究數據顯示，正確使用電動牙刷會比一般手動牙刷清潔上更有效率。